2026年1月28日，自卑的我 EP2。我清楚自己係個好自卑嘅人，但我一直努力令自己成長，唔需要刻意排斥自卑，反而要接納佢嘅存在，學識同佢相處，原諒佢，多謝佢，甚至愛護佢。當自卑同恐懼再次出現嘅時候，我會清楚知道呢啲只係一種情緒，係過去嘅我用嚟保護自己，避免失敗同傷害嘅保護機制。而家我想同曾經嘅自己講，我唔再需要你哋過度嘅保護啦。多謝你哋陪伴我、守護我咁多年，我已經成長，已經大個，我有能力學識保護自己、愛惜自己。作為一個男人，要企起身，唔好再一味討好、取悅他人，呢啲行為只會不斷剝奪你自身嘅價值同尊嚴。好多人以為揾多啲錢、擁有權勢就可以擁有一切，甚至不惜用金錢去討好別人。或許當下可以短暫得到想要嘅嘢，但內心深處依舊空洞寂寞。你只係用金錢填補內心嘅空缺，壓抑真實嘅自己，心底都清楚呢一切都只係假象。當你用金錢換取認同嘅一刻，就已經用金錢定義咗自己嘅價值。唔好再討好啦，真正有價值嘅嘢從來唔需要刻意乞求，就好似一粒鑽石，根本唔使哀求他人購買，自然會有好多人爭住想要。你要做嘅係專心做好自己，堅持做自己熱愛嘅事，唯有咁樣先可以不斷變得更加優秀，而唔係好似一個冇靈魂嘅人咁渾渾噩噩咁工作，將時間同金錢都用嚟投資自己，增值自己，令自己由內而外閃閃發亮。當你成為嗰粒最燦爛嘅鑽石時，你就唔會再在意有冇人中意你，仲會唔會自卑，仲驚緊啲咩？你只會專注於自己熱愛嘅事物，同埋好好愛自己。當你係閃耀嘅鑽石，就會有人過嚟想了解鑽石嘅價錢，了解佢嘅出產，了解佢係乜鑽石，甚至乎買佢返屋企。雖然咁樣比喻有啲物質化，但係我想更具體咁表達出嚟，就係唔需要乞求同討好唔值得你去愛嘅人同事。想人哋愛你，首先要學識愛自己。自己都唔愛惜自己，又點會奢望其他人來愛你？